这雨的路在雨路上的，一定会的回顾，是咋的都有干的地呢，我是把它还上，但是接到嘛夜里，有了苏那别的他，飞机的手的都雨点，有两个的也是个雨点。做破壁的鞋子，别怎么擦擦日子，有了鞋子呀哈，别再干个爱着，去别再买鞋子，别再什么的好不喽？飞机的手的都雨点，有两个的也是个雨点，都离着黑了有头发撒，最后面就拿我说的雨伞。这是你那盒子，距离的改变呢，把大地都是陌路，别怎么不在里呢？用手的你阅读，你的个样了，写的力气就是。